用幾十萬買一條命，聽落好似好抵。但如果個肝嘅來源你唔敢問，你仲敢唔敢要？一陣話俾你聽，點解唔夠膽問個肝嘅來源？海俊傑救老婆，表面係一場同死神嘅競賽，但內裏可能係一場我哋睇唔明嘅交易。好，情報整合，前新秀冠軍海俊傑，佢老婆 Effie 急性肝衰竭，條命懸於一線，圈中人救義氣，郭富城、小美帶頭，一個鐘頭夾咗79萬，錢有啦。但問題嚟啦，人喺廣州中山大學醫院 ICU， 錢只係入場券，真正嘅難關係要一個合適嘅肝。咩叫合適？唔係事，但揾個肝錯落去就得。第一，血型要夾 ABOAB， 錯咗即死。先下。第二，組織要夾，醫學上叫 HLA 配對，越似越好。如果唔係，身體會當佢係敵人咁打。第三，個肝嘅大細、健康狀況都要啱。官方講法，個肝嘅來源係屍肝，聽落好合理。但係大家諗下，內地有14億人等緊器官，輪候冊係一條見唔到龍尾嘅隊，點解咁啱有？個輪候機制係點？邊個決定邊個排先？呢啲就係魔鬼細節。意思係內地器官來源一直唔透明，備受質疑。但當病人就快死，而呢個係唯一希望，家屬為咗救命，根本唔敢問個肝點嚟驚，問多句就冇咗個救命機會，焗住要接受一個你唔知底細嘅救命方案。我哋再計下條數，手術費60萬人仔，至於醫院 ICU 嘅每日收費，則由人民幣8000至3萬不等，燒銀紙都冇咁快。唉，仲有香港廣州來回一部私家10字車，講咗價都要3萬蚊港紙一程。你話如果係一個普通打工仔，係咪已經宣布死亡啊？最大嘅隱憂係之後就算手術成功，翻到嚟香港瑪麗醫院，人哋肯唔肯執手尾？一個喺內地做完嘅複雜手術，香港醫生冇跟開，啲醫療記錄用藥標準全部唔同，出咗事邊個負責？海俊傑話會公開所有單據，退翻啲錢，呢個係君子行為。但最大嘅風險係錢根本買唔到嘅。所以翻去開頭條問題，個肝嘅來源你敢唔敢問？其實真正嘅問題係，當你冇得揀嘅時候，你有冇資格問？呢場用錢、人脈同埋巨大風險換翻嚟嘅一線生機，揭示咗一個殘酷真相：喺生死面前，資訊透明比錢更重要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每一個有家人嘅人，等佢哋知道錢有時真係買唔到安心。